针对着500人以上的避难所呢，中央有新制度，对7月初一开始，会把这出入口的通道、照明设备，或者是敢有积水等等这问题，正式列入去公安检查项目。监管处表示讲，稽查了后会限期改善，若准无要改善，上悬会当罚到30万。壁顶打着避难所的指示牌，要甲大家讲，若拄着紧急状况，要走去倒规避。毋过，若是亲像安尼，避难空间甲逃生的出入通道拢互蹲物件，甚至规个避难所已经互改做餐酒馆的营业。万一若是真正爱用到，要叫民众如何是好？行政院最近针对全国18000多个防空避难所进行全面盘点，而且对7月初一起有新的制度，将避难所的照明设备、出入口通道等等的问题，拢纳入公安检查项目。新制上路以后，那这一块就是有增加防空避难室，它必须要列入那个公安申报。那公安申报的部分就是在于避难层出入口，它必须要是畅通的，然后防空避难室不得有积水，还有就是它要有基本的一个照明设备。监管处表示，目前伫高雄避难所上济违规也是囤物件，即摆新制上路，将避难所应该爱有的设备甲空间拢列入存在项目。监管处针对不同类型的建物，会分别过1年、2年、4年的固定巡检。另外，伫警察局当年也会去分局调查，针对建物的使用质照、面积等等做审核，若有需要，嘛会规动相关机关实地勘查。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检查权责，依据建筑法第77条规定。系属监管机关公务局权责，会基于市政一体原则，如有需要，警察局协助，本局仍会会同办理检查作为。受到国际情势影响，中央认为要强化避难所制度甲灾害应变，袂使临时临调才发现物件未堪利用。对此，监管处表示，除了定期稽查，民众若是发现避难所有违规状况，也会当开1999通报，因会随派人去了解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